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婷。今半日有好消息同大家分享，我想呢段時間呢，大家聽到好消息，心情是會當好。今半日咪介紹好音樂俾大家。來到節目當中，嘅來賓係大家嘅好朋友，今日有張號稱啊，除了係全方位嘅語音從中音之外，佢係假破界嘅天王啊！謝謝來賓啊，謝謝位，這位講好。Rita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很久冇看到，我係這位。今日係我嚟訪問你哦，以前你嚟訪問我哦。歡迎大家收看福喜來咧，今日來好朋友 Rita。朋友這位個，根本你冇用嘅身份，根本你呢用歌手創作歌手嘅身份再次同大家見面。係啊，要唱怎麼解用嘅？係啊，要主持電台節目、電視節目，要主持發通，個一家唱歌也擺係發行一家全新嘅單曲，單曲出來咧，一隻單曲，我大家看一下。這裡有一種復古的 feel， 有一種文青的 feel。謝謝。好，安尼感覺。這個容顏差不多講了不10年，咁講出來。哦，正經呢，你也擺發咧，應該算單曲。正經算講10年嚟講出來。前前後後嘛。前前後後係。好，本來寫了容顏兩條歌曲，翻譯版本。係。好，過3年以後，是的，看到了中了。又開始寫了漢語版本。係啊。你啊，我咪大幫當多，譬如講老年大擂台也好啦，吼，啲老輩表演嘅當多，客家鄉親朋友對了數漢語版嘅用言嘅支持，咩因為了支持，我樣想講今年天時地利人和啦，我就知道所有的安排好像都準備好了，我就知道做得龍漢語版還有法語版，共下來出版。一首歌曲，我知道，咩算一個當特殊嘅歌曲，因為呢係蠻正式發行以前就青島人唱嘅歌曲。係啊，我有參加比賽。係啊，我沒知道，很榮幸之外，我也很意外啦。我沒知道當意外，我覺得，你要擺做呢種單曲，唔單止係幫阿婆嘅禮物。我沒吃到係阿婆送俾我嘅禮物，還有一個當中要原因，所以講我吃到，大山人都有自己傷心的地方，自己都有自己的傷痛，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傷痛。特別係人大山人，而面臨生離死別時間，你除非你在學習，嗰種心情要用嚟去調試，係啊，變做自己嘅力量。係啊，你要擺發行你啊數單曲，我樣子講。開發啲寫嚟，攏嚟講嚟講俾他嘅故事之後，我樣子講，哇，佢寫出來，我樣子講，呢首歌曲前後有10年嘅時間，我覺得它是一個療癒的過程，對我嚟講。有人會當好奇嘅，做咩呢首歌曲而當啲5月節、端午節嘅時候發行，其實就同阿婆嘅米絲有關係。係啊，我每次今年我家講咪都好啦，今年要閏月吧，閏4月。係。故所講都好要多一陣嘅時間再準備夢來父母出嚟。其實，因為2005年我記得話，2005年嘅時間我都好，每天做一樣嘅事情。今年5月節我婆就講，我轉來食飯啊，當年客家人咪食豬，一定要食豬。係。好，如果講我講當久哦，今年我就正經當當攏事情排開，今年我就轉去木卡包茶轉我頭年冇衰嘛，就另外做節目做咗3個月啊。今年又都好，我木卡人就存就冇喊，就存我有喊，做落我婆兩啥面對面，就按你做，按你差唔多按態勢做。唔係佢食飯就做。兩啥食飯，其實攏係講當多事情啊，跟往常一樣。今年食飽，我又轉台北啦。要變人做，要做些。係，其實包裝當然都包裝嘅咩？包我嚟講，今年哦係包裝嘅，當然歡喜啊，當然一天是阿婆包嚟裝嘅咩？我今年就講這邊係今年包冇好食咯。用誒，用人家種案的嘛。他就會，你知道我那時候，你一想就覺得說，老人家好像都自己心裡有一些準備。講你唔好食一樣嘅，其實叫當愛你，然後佢愛全部包喺地度。我咪冇想咁多，
保练中诶，佢像他像往常一样去到门口，送来哦，按嘢几天送来送到看唔到哎，我竟然我印象当中我回头看一下，佢叫你莫去按嘢，我很開心可以跟他單獨吃飯之外，還可以回頭看他最後的身形啊、容顏，都令他還記得，給他面容。食飯以後，食飯送來最幾年嘅節之後，其實跌倒出冇再紅起來。對我來講，你喺動態打擊，這是很大的打擊，因為我阿婆脫胎嘛，故說講都令他維持我吃到。那種痛，我覺得是很難去形容的。雖然講你做得很淡定的講，不過有條傷痛係有喪失啲按不頭啊，也係講一家人嘅時間係要想起來嘅。故所講對我來講，佢差唔多阿婆過身三年lang嘅時間了，我都走不出來，我就一直工作，然後我都一直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。佢過身3年以後。我就知道，好像應該要寫一首歌。送本阿婆，我覺得我也用這種方式來思念他。古所講，華語版的容顏出來，第一擺唱係2016年，我拄好一家發行 EP，我啲演唱會第一擺唱容顏，哇！我自家都驚到，因為我唱唔睇了首歌。唱唔熟，結果因為係想講故事，哇！台下所有人都叫哭成一片，然後我想說我可以啊，我覺得我可以，因為這樣子會吃到講，我覺得我應該是走出來了，我已經寫成歌了，對我寫成歌了，我可以了。冇想到我完全唱唔熟，哇！嚎啕大哭誒，然後我佢創作之後，我出咗兩首歌曲有特別的，對我來講有特別意義，裡面有特別的魔力。它可以我發現它可以療癒很多人。可是我就想講，阿婆其實你本教育嘅，其實講你大概唱好老歌啊，唱華語歌啊，都聽唔識嘅。冇唱客家歌呢。我就想講，我喺用兩首歌曲變客家歌，同樣嘅曲應該沒做得咯。唔過我就樣板都寫唔出來，按你要過嘅3年，時間過都按假。當假，我特別唱，我就心中感覺講，我有件事情冇做好。當初有個遺憾冇完成，咁你樣會做得寫你客家嘅？因為有一年我就真係寫唔出來，有啲按本我下班我想講我根本一定要寫出來，因為寫好了演唱會又來，我想一本客家新嘅東西。幾年按本我就寫唔出來，寫就衰退嚟啲嘛，衰退我就半夢哦，阿婆煮一種嘅菜，哇，好愛食。阿婆一看，安香哦，其實佢都掂在做乜嘅，有人鼓勵，嚟食飽誒，出有力誒，就再繼續來寫誒，好，就按你嘅感覺。我想我出。我從我客家講寫出來。然後看了歌詞非常的感動，因為你講實驗幾個時間，就做得看啲相片，啊看啲相片就當場其實基礎魔力開出啲人嘅身邊。係啊。故所講禮拜我真的覺得是天時地利人和，我真經當什麼幫忙我嘅朋友，因為啲下出唱片咩點咧，攏以前冇強用嘅。不過我知道用呢種方式來做歌曲咩以後，一方面我希望音樂佢唔會填標題當做事情，我咪希望加呢首歌曲，本來自己嘅傷心做啲歌戲，發行到呢下我知道當人本來嘅回饋還有鼓勵係當到嘅，譬如講我去上當到嘅節目，不管係天台，不管係天使，也係講。有等人聽到兩首歌曲之後，他會私訊給我啊。譬如講，佢想因為兩首歌曲想到佢阿婆，想到阿公，想到佢過身的媽媽呀，我想到寵物，我知道你咩一種愛，你條愛，我都希望加兩首歌曲可以療癒大家。你竟然就有這個故事，透過你書寫出來，你嘅情感的地圖。
糖跟人佢不用给这个感情，会产生一种很美好的共鸣。是啊，所以我说这就是我这一阵子所收到每个人给我最好的礼物。哇，糖的按你讲，家下面迄木竹风风吼，迄咩东上的糖，先从演出表一下，倒转来手冲本太家糖，好冇？好。个年的天，黑爱最每一摆给你见面，你小小的起伫无分车，看恋爱的行夜夜，看到你假装遥遥见面，层层隔远，孤安多年，十八岁就不盼的，教我爱做人色彩无欺骗。誓言爱离开我卡安多年，你平安的心含恨你去穷天，两个你的天堂的面，基本你的思念莫无天，梦爱骗你过年过节，想你的安不跳就看你的相片，两个你。天堂的片，不是这个梦着恋恋，爱会散漫过每一年，等你重逢见面的时间，爱的爱俩声音，一定会好好来，期待你此生的。永眠。再次送上分享七仔位的节目当中，哇，感动哦！啊，那首记录了阿婆之间的感情哦，就是写出当到时台人对子女嘅期待是讲，唔是当3万存钱到转来部卡本爱写的时候咧。系啊，有当时弄人家做人用型啊，我大概讲太严嘛，你太细时间冇感觉，你太严出去不管是读书，不管是做事，有当时我看人的关心吼，都简单，其实大部分人哇。是包吗？哎，是包吗？哎呦，要做啥嘛？哦，样办。有当时你除非吃到哦，很啰嗦，猛呀，弄，都很烦。可是那是关心的一种，以前不觉得，以前不懂，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哇，好难哦。喺正经讲，像阿婆，人家用可能去打电话本，就冇睬的嘛。你除非想念嗰種感覺。古時候講你阿爸啊，都同人講。黑講我看你有想打電話俾你，你會覺得很煩躁，你可能在忙啊。可是你可以不要馬上有情緒，你就躺我看你講之後，你有情緒，你就是電話掛完再有情緒，你只要回他說哦愛啲好，要最難，要練，那時候最難。對付扛員上司就幹嘛？要講好啦，我壓得做嘛的事情，等下張打本。對，就看冇耐心。真嘅，人家講我糖哎，爸都講。等下，先談容顏，再來講法。因為歌詞底度糖的人懂感受咩？懂感受就講啊，原來愛就在身邊，愛要及時，愛要珍惜，愛要特別的去珍惜我們擁有的。唔係講因為以為就關係就冇真相。係啊，
唱甲瑞塔有问我讲，唱客家歌词，因为不管係方言歌詞、客家歌詞啊，我啲愛完成以前，我其實都有做些調整，不管係段落，不管係裡面內容，我知道當貼片咧係可能經過按多年嘅。我破教我嘅東西，也係用我講嘅方案冇貼不用貼。故所講有第一個時，其實係我婆接落嚟講嘅。係，然後我又希望用我記得阿婆一樣嘅寫到地方度。哇！我聽講安尼久久見面，佢安尼起定，當初安尼開唔出去，木珠安尼送唔出去，愛補充啊，冇按壓衰冇。記得要限張進嚟哦，無限趴，要接陣要限張進嚟哦。其實希望講，迄個做嘅地步卡幾好嘅。係啊，你喺當人嘅欣賞，你喺當人。古所講我做當貼片咧係，因為大家聽到了首歌曲，貼片看歌詞，貼片有感覺。貼片有感覺。人家一家男人吉他，安尼唱歌吼，係第一個阿婆以前不是等人，就係因為從太后開始，就彈吉他。去唱歌，去趕場，阿婆就會動手。動手啊！佢接講講哦，很辛苦咯，很辛苦咯，因為你愛食飯，冇廿歲。阿婆係唔默嘅。執位啊？有執位，好啦，哎呦，唔是安尼，要趕場，要摔車，要動腳唔出爽。係啊，你就顧藝吉他要出爽冇？係啊，以前啲因為啲傳統唱歌嘅嘛，啲國民歌先唱歌嘅，有陣時音樂個人差唔多7、8場嘅，哇！係當初佢是唱嘅啊，好紅喎！係太假本嘅，嗰陣時我知道我讀到民歌最輝煌嘅時節嘛，我就之後當好。唔過阿婆佢當然同反應，佢雖然講對佢嚟講啊，寫出好唱歌，佢就會知道講啊，要舞台當好，係啊，唔過像嗰人唱，就是那時候只騎小綿羊嘛，摔車真的只顧吉他。因為你存錢，然後你存錢的東西啊。係啊，阿婆就會怕煩惱你啊，就講哇冇食飽，要跌倒樣，但其實嗰啲腦不管用版型，受到什麼委屈啊或什麼，我其實我都報喜不報憂的。講佢笑你，佢當我笑。因為當想呢。係啊，佢當我笑。你講一啲事情，佢笑到你想，佢啱啱所以唔睇，就唔好講，我咩係安尼。窮樣嘛。我知道當時只有人講安尼，阿公阿婆脫胎生嘅哦，特別唔啲係客家人也係樣，同阿婆嘅感情。特別好。出當親。當奇怪嗬。阿婆出將係媽媽窮樣。係啊。就係你感覺啊，我說。看見大家阿婆那種感情是很微妙的，真的很微妙哎，很微妙。龍配上真嘅冇強樣咧，真嘅冇強樣。因為因為啲歌曲我咩地講要當人真嘅啲阿婆脫胎咧，我真的發現係啊，你知道那個感覺很，我不會講哎，動情啊，來當地講哇，原來要當人攏來強樣，就懂有共鳴，對耶穌歌。然後我好像突然覺得不孤單，我都知道阿婆係，就是她是我的天使，她都一直在幫助我。你其實在創亞歌曲以前哈，有你就叫嘅哈，你咩叫啊？因為當感通啊，講係當好奇，唔記得你不是因為下歌詞沒太叫一種，好個唱沒叫，你錄音室。在錄音室裡面，當你戴上耳機，聽到整個完整的編曲，而唱歌的時間，那個情緒是很豐沛的。你有溜呢？很可怕。我聽擺溜那首歌曲的時間，可能我經紀人啊，記得就沒有特別要跟我說嘛，怕我有壓力，因為我很久沒有進錄音室。特別要溜法語，有客家話。第160個時間，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很好了。我自己一聽哦，那就是完美，是不是？就沒有，我不敢說完美，應該是說，佢就唱來大擺演唱會唱來感覺嘛，就本大家都覺得說，哎，它就是成品的。不過經過一個禮拜之後誒，朱榮這種人啊，啲討論講，呢首歌曲應該唔單唱本太家彈一邊點點，有蠻講，有人彈第一邊出結尾大哭那種，可是哭完以後剩什麼？我就會我就當認真啲想呢件事情，我想一首當好彈嘅歌曲，
一则当感人的故事，佢要让版你伫人心中、伫人脑海中留长久。当隽永的。对，我希望可以做到，这是我自己期望的。古时候讲听一摆今六元四的世界，我出想要做到了几年，我自己伫创歌的方面，我想要做很多创歌的想讲法像创歌的，你系最难。有这种的口气。你系最难的。我有希望讲我自己系广播的主持人。我有迄歌数，我用办拢爱一家讲法掠地，还有创歌掠地夹向下。古时候讲我伫创历史歌曲，你听应该有听到。我唔知对我以前创歌的感讲用办，不过历史歌曲出来有当一开始听唔出来我的声。无嘛强用哦。当唱讲故事，真见这种感觉就要讲入心。系，我希望安尼。古时候讲伫听一摆进录音室的时间。我一开始唔爱唱，因为上太多的，这种要求量，我自己咩要求，有2点人钟的时间来唱，我变唔爱唱歌的，我样板唱都唔唱。上听到顾忌太多。对。佮唱到后面了后，通讲有感觉阿婆来弹，用诶。因为我这种艺术讲唔怕啦，2点钟如果去的，你专门一摆来吃款啦，6元4安贵，就想讲。嘿，做唔得唱，你根本就冇了。唔讲我有时候讲不行，我要在端午节发行，我怎么可以浪费大家的时间？古时候讲你6人4的时这种人就讲，我等下第一种灯的吼，顶下旁边，你迄讲起练唱冇好唱，你坐下来，你想唔啲广播讲法用，它只是很单纯啦，就不用了 KV。开始我就想先蕊一次嘛，蕊一次，制作人就讲上周的咯，给人来录。开始哦，来了，来起练张唱2支来做结尾。用诶，来吃到阿婆草地头前。你真给我感觉哦。而且很明显的感觉，然后就跟拢来一开始头前个2点人钟，样板唱唱唔好，有那咩唔对呢？我自己就是当初用你咧弹来唱歌，我做龙各位差不多1半点钟拢发你还哈卡发还有和声全部唱好。阿婆真嘅係嘅天使，好無論你做乜嘅，阿婆就會來幫助你。哇，當感動又係叫字嘅，本來就吹下木子，等下多陣來繼續來談吼。其實喺音樂路上吼，在美國叫青島嘅故事，係真係非常嘅鼓勵人嘅感動嘅，你係繼續同大家來分享。像思念风，白哇白，讲今日来也是落水天，跳起个山丘，叫哇叫，思念就像叫笑哇笑，我甲人相送笑哇笑。安不也是你是天，在人欢喜悲伤，这我这。有个艰苦的时代，有个强势变。松下嘅夜台，你係愛人生嘅舞台，有個風沙嘅煙台，有個強勢變拍片，你一場場童年嘅故事，係愛生命路。一个插片。
卡佩。书写哦，叫做台田人叶日阳先生嘅故事。係啊。我做了成日都好。什麼？哦，佢上下台人嘅台時嘅人生不同。係啊，因為我哋一開始聽到葉先生嘅故事嘅時節，我今日攏佢大嘴鼓嘛，其實佢當厲害呢。佢喺台鐵地北度嘅綜藝天王，佢下當到歌曲，佢咩主持台鐵，只要是晚會都他主持。古所講佢佢一開始我做馬來西亞嘅歌曲，係因為佢創一團，佢自家寫本台鐵人嘅歌嘅，叫微笑，微笑，就是微笑歌。佢哋寫台鐵，譬如講嗰種使用動作嘅，佢講要微笑，對，那種三拍子的，我就因為呢首歌曲，我就會想講，哇，我來做台鐵人，台鐵人動作下感人哦，我就用那種擬人法，我把台灣第一台蒸汽火車叫騰雲號的故事。我用擬人法寫這首歌，這首歌就是寫給火車的。哇！你知火車頭佢哋火車頭佢哋啲100公演嘅那個。有展示出來。有，還有給他上。故所講，我覺得我哋寫了首歌曲的時間，其實壓力蠻大的，因為我希望把葉陽老師的故事寫入來之外，我又希望本大家感覺，你根本嘅台灣鐵路很厲害，客家人。懂章的，因為對啊，就是比較刻苦嘛。那就像這個第一台蒸汽火車一樣，它帶給我們什麼？所以我就用蒸汽火車擬人法嘛。譬如講你上下一台啊，其實係我舞台。好，不管係按舞台、20台，我都在連分一比上，蠻耐。難怪佢會看得遠，安尼當場比安尼咁樣。因為 T 台很多，其實 T 台嘅火車很多騰雲號。騰雲駕霧，對，就係你感覺。騰雲，所以古時候個藝術上，第一季藝術點出來主題，天當愛拍雲陪我陪，藝術四點風，陪我陪。我覺得。透過夢腔嘅故事，寫夢腔嘅歌曲哈，帶給你很大的刺激哈。對。第一個，哎呀，去年演唱會，好，你演唱會有呈現哦，大家動下哦，個大家不是，你看天台咩好，咩會播出，什麼 Rita 哦。然後你剛才有講你很長，你接播了。接播啊，因為然後他有一種自由的感覺。對。各位繼續下來哈，因為領導發行單曲以後，沒有自家嘅演唱會嘅。係啊，去年年代嘅時間，當久冇開演唱會嘛，出香港龍嘅好朋友伊凡，原住民朋友，向他。公牛老給合作，你們有 Vicky 下歌呢？你們兩個是非常好的這個朋友。係啊，嗰陣時還有我東海嘅朋友娃娃姐金志娟來到現場。哇！對，給大家驚喜啊！特別來賓誰請到這麼大牌啦？係啊，中意啊！還有伊凡，高雅演唱會。係啊，去年我即係咩接了節目神夢檔到客家鄉親，然後來看你看藝演唱會嘅朋友神夢大家，經營神夢大家。好，咩其他接下來又有演唱會了哦。希望今年差唔多有年代哦。像大家 follow 徐哲偉哈，嘿，臉書粉絲專頁，還有我的 IG 哈。講到 IG 一定會注意到，大家又不是差唔多迷你啦哈，就看到這個俊俏的小生，尤其某個胸片呢，因為。哇，唐貢你還懂得藝人的這個自拍老師？不敢，我差不多要出書了。來唱高一下，好，搞太假哈，你要等下去咯。像人家來賓時候，我們要總是要學點東西呀。是。都帶我自家翕自家人講的自拍，好，會懂貼片，會懂講，會懂演導。哦，應該有感情。應該講。其實我為什麼會自拍？其實起源於其實我自己沒有那麼有自信。哦。嘿，那我覺得我特別我這邊看到不管係
大傻影自拍，我觉得他都有他自己好看的地方，因为我觉得美丑是很难去定义的。很帅啊，很自然，董子燕，过瘾不死，董超 keep 的，唔係唔自家 keep 的。对，全部自家 keep 的，係啊，都大家用嚟 keep 的，董超。因為我去面路上請一張。當貼片的手機殼，這個手機殼是奈米手機殼，佢做得黏到玻璃，哎呦，你得請很多相片，黏到平滑的玻璃當杯。然後一開始的時間，我就想過，我覺得這方法蠻好，我都自家1-3年了，我覺得一個人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我就想要挑戰自拍這件事，因為泰卡自拍全部 keep 面啊，全部 keep 就是正面這樣子，我覺得有點無聊了，我就希望可以用自拍來療癒我自己。還拍背影，還拍背影呢？對，我就是我自己黏到玻璃當杯，我就有那個定時的嘛，我就按，然後我10秒也很有6秒，通常都6秒，然後就身後差不多我就擺一個 pose， 可是我又不想要很制式的，就是我要很生活的。哇！然後我很喜歡拍背面。大家都在記下來，好看到不一樣的世界。因為按你可能大家會認識目標嘅期待比，而像節目最後end來認識下嘅，怎麼會有人出道30年哈？當年都有驚喜本大家，嗰個有你講，哇，剛出道跟現在怎麼長得一模一樣哈？來，真的一模一樣嗎？出道30年哦，這個是剛出道嗎？沒，現在吧，就差不多3-5年前哦。其實你真係冇變1998年，開始同班同學團體，過一次2000年開始下國，還買本林志穎，各位都那哇，有好多記事。2005年有發行，就是創作單曲，對，我自己嘅單曲。各位有創作東東耶，還有廣播金鐘，沒有得獎主持人獎，個節目企劃發行一下就變咗家婆嘅天王咧哈，各位朋友接下來當然要動到新嘅消息，香港要發行全新嘅客語歌，就請大家 follow 你嘅臉書粉絲專頁，好冇？超！喺發行新嘅歌之前，希望大家支持我新嘅單曲。容顏是永年。今日再次感謝在V哥來到節目當中，非常期待接下來新嘅作品哦。安子生，謝謝。哇，希望所有朋友來收看今晡日嘅節目，當到感動嘅故事，然後睇歌曲送俾大家，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連線上來做圓通哦。希望大家長得了。